要开3号麦。喂，嘿。123，OK。123。2堂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大家平安，很开心在疫情期间，我们还可以一起敬拜赞美神，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神。说啊，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到生命。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这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我们珍惜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敬拜赞美他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大声的一起来唱：主，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你的爱是永无止境。主，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溢，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里，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到生命。黑暗终究会过去，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在你真光中我得到生命。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属天荣耀，主是何等的奇妙，与你
动心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主啊，感谢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期间对你的热情不减。主啊，感谢你在疫情期间还是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这周的带领，感谢你在各项事上看见我们的需要，并用你的恩典一步步带领，使我们在艰难的人生路上有勇气及盼望面对各项的挑战，并在面临挑战时学习仰望并数算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的怜悯，我们要更多的来学习，在得时与不得时都不忘记你是主宰所有的神，在你为我们安排的人生计划里活出容神一人的样式，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用祷告的心一起来唱这首歌。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荣面你为我成就。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你爱怜悯受所造，神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主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赐上，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赐上，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对你唱，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对你唱。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荣面你为我成就。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你爱怜悯受所造，谁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主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赐上，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赐上，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
在主怀抱感觉。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赐超乎所求，主恩典丰荣。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只想在你怀抱里看见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奇妙的荣耀。主啊，感谢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充满的恩典与计划。主啊，虽然每一天我们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但主，感谢你让我们在人生这条路上有你的陪伴，有你给我们的盼望及勇气，让我们在面对各项事上的时候，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是有主你在我们身旁，你为我们开路。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你，主，我们要更多来学习你的样式，在各项事上成为你喜爱的孩子。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请当值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得以在你面前侍奉，也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思考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得主你的欢喜。求主让我们复兴来决志重建我们内心的圣殿，如同当年你呼召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荒废已久的圣殿一般。主啊，我们是否让自己的内心荒芜了呢？是否因为生活的繁忙、工作的压力、外在的引诱而荒废我们内心的建造呢？恳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时刻充满我们，好叫我们重新开始打造我们属灵的地基，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坚若磐石，使我们的内心的圣殿永远不致动摇。我们献上一些金钱作为圣工的使用，求你悦纳。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报告。
下个主日的圣工侍奉都有记载在周报上面，请大家自己看。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中央防疫政策走向群体免疫，近期若有居家隔离或自主管理的状况，请务必遵照防疫规定。愿主的医治与平安与大家同在，也愿主保守大家的心，不至于过度恐慌。第二点，下主日5月8号庆祝母亲节，有儿童和青少年献诗，亦备有小礼物自赠给每一位母亲。欢迎各位邀请陪同母亲一起来圣殿敬拜。第三点，5月14号礼拜六下午2点召开小会，下午3点半召开长执会，请长执留意。第四点，配合北市府防疫政策，本堂社区关怀据点将停课至5月24号，以降低群聚上课以及用餐感染的风险。即日起，本堂主日爱餐亦同步暂停，唯有团契用餐不在此限。第五点，2022 3月份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请自行参阅。奉献明细有登载在下面，如果有错误的，麻烦向会计或者是干事更正。我们一起来念圣经。圣经记载在撒迦利亚书6章9节到15节。我来念：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3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负担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作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讲到，我们请知梅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荣耀的冠冕。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喂 ，OK 吗？有声音吗？10号，有吼。好，我想经过了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小先知书也差不多快要进入尾声了。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如果大家有跟着教会新眼光的读经进度，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比较多会偏向在我们讲说偏食啦哈，有时候基督徒会偏食在福音书，或者比如说新约书信，或者是前面的创世纪，好出埃及记或许还有一点兴趣，可是到了后面的民数记、利未记、申命记，可能就倒了这样子。然后到了可能比较熟悉有路德记呀，好，然后有一些士师记里面很多小朋友好儿童或者青少期都会讲说一些士师记、一些士师的记载。等等的哈，撒母耳记、列王记这样，可是到了先知书，可能很多就觉得很难懂，好，然后有大先知还好，可是小先知就很不熟悉。我们翻一下圣经好不好？我们难得了哈，我们翻一下前面的圣经，圣经的目录，我们翻圣经的目录就好了。前面的目录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圣经都电子化了。很难得会翻到纸本的圣经哈，不太晓得这个前后的关系。我们看到目录的第1页是旧约全书嘛哈，我们往后翻，上半部就是下半部是新约全书，上半部在后面从何西阿第3个，有看到何西阿书哈？好，从何西阿书往后面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这一些就叫做小先知书。好，一路我们往左边这样看过去，看，
约拿书好像还蛮熟悉的，对不对？那个大鱼啊，好把约拿吃掉了呢。然后再往后看，那鸿、哈巴谷、西番雅、哈该是我们之前讲到，这些小先知书都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有陆续谈到的。好，那我们应该是前几个在读约翰福音之前，我们是读到哈该，特别最后3卷书就是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都是在讲这3卷书都是在讲被掳那些就是以色列他们整个国家灭亡之后被掳，然后归回之后的事情。哈该书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我们今天谈到就是撒迦利亚书，那我们下个礼拜会谈到马拉基书，这3卷书都是讲被掳归回之后的这些情形。好，那特别是哈该跟撒迦利亚，我们如果在之前在读哈该书的时候，如果你还有一些印象，就知道，那些被掳归回要建造圣殿的那些信仰群体，他们因为受到了很多的拦阻，以至于他们圣殿就停工。好，一停就停了将近大概18年左右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上帝就呼召先知哈该，没有多久之后又呼召先知撒迦利亚一起来呼吁那些人要来重新建造，要看重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整个时代背景。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圣殿为什么会停工，一停就停这么久呢？其实有一些原因，我们今天就探讨抓其中一个原因来看，就是这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前后经历了巴比伦跟波斯这2个帝国的统治。那不同的帝国统治跟不同的领导人，帝国里面他们领导人也会更换嘛。好，不同的领导人跟不同的帝国，他们一定有他们不同的做法。那波斯帝国他们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怀柔政策就是为了安抚，那帝国太大了，很大一片，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族群你要怎么样去安顿他们，安抚他们的心，被一个殖民的那种心，就是他们要用具有公信力的，就是对于当地的人。对当地的人来讲是认可的那个人来当他们地区的行政首长。那对犹太人而言，所罗巴伯就是我们之前在哈该书有提到的。对犹太人而言，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王室的后裔，大卫王的后裔。他们非常强调这个血统啊，好，犹太人这个正统的血统。所罗巴伯是大卫王室的后裔，所以当然在那个时候是犹太民族公认的领袖。在政治上，他们公认的领袖，特别他们从被掳归回之后，就想说：我的王室大卫王室要复兴了吗？我们要重新建国号了吗？好，他们有怀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期许。好，就是这样，所以波斯当局理所当然就征召所罗巴伯作为犹大地区的地方首长，就是省长。让他率领犹太人从遥远的被掳之地返乡，重回到他们的故乡来重建生活秩序。好，那重建生活秩序，首先就要从信仰开始，所以波斯当局允许他们带着一大批人回来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且呢，在初期还给他们提供资源给他们，你们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就是为了要安定他们那个地区的生活秩序。好，所以当所罗巴伯率领一大群很敬虔的犹太人，为什么讲敬虔呢？因为其实他们在被掳的地方，因为波斯帝国它非常就是它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大，所以它让各个地方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纷纷扰扰都平定了，所以整个波斯帝国是非常的安静。就是非常的我们讲说平和平安啦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事，老百姓会随便异动吗？不需要嘛。我在这边就是活得好好的，过得好好的，我干嘛没事台北要跑到高雄去？我干嘛台北要跑到哪里去？我在这边生活得好好的，我就在这边安定的生活下去啦。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是所有的人回来归回，要重建圣殿的这一群信仰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少数，大部分的人都落地生根了啦，就好好的过他们的日子。好，所以会回来的都是敬虔的。
在某个程度上是敬虔的犹太人，当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将近4、5万这么多的归回的犹太人，他们要如何住在哪里呀？住哪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对不对？好，住哪里这是个问题。信与不信的人可以住在一起吗？对他们来讲，不信的人吃的东西，他们可以吃猪肉，可是犹太人是不能吃猪肉。他们有很多饮食条例，各种生活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对他们来讲，信跟不信的人住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些不信的人怎么可以跟我们这一些圣洁的选民同样住在耶路撒冷圣城呢？好，于是就有那种声音就多，很多声音就出来了，很多意见就出来了，很多冲突也出来了。好，那住在哪里？好，还是说就地合法啦，先抢先赢？好，我先占到这个土地，然后我先开垦耕种，好，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了，先来后到嘛。你后来的人不好意思，我已经先抢了最好的这个土地，其他的人你们就排队自己去选其他的土地这样子。所以光是居住的问题就吵翻天了。光是居住的问题就吵翻天，各有各的主张与坚持，谁也不想让谁。居住争议在当时真的是个烫手山芋。所罗巴伯他虽然他是犹太民族公认的领袖，他是大卫王室的后裔，但毕竟他在政治上他是隶属于波斯，是波斯帝国官派的。好，官派在犹太地的区域性省长。所以所罗巴伯他的决策必须要符合波斯帝国的法律跟制度，不论这个制度到底符不符合他们犹太人的信仰跟传统，所罗巴伯都必须要遵守波斯的法律与制度。因此，在所罗巴伯他在担任省长的期间，常常就是里外不是人啊。我到底要听谁的？好，这个也有我做这个有意见，做那个也有意见，那我怎么办呢？好，所以光是应付这一些，让整个圣殿重建的工程就停止下来了，很快就停止了，然后就一拖就是10几年过去。今天的经文第9节，我们放一下到经文的那一张 PPT， 第9节到第11节。第9节到第11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的人中间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就这3个人哈。这3个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个什么意思呢？耶和华上帝在重建圣殿的工程停滞了18年之后，他再次出手。之前一开始有讲到，他不只是呼召哈该这个先知，他也呼召他像，如果在之前我们在看哈该书的时候，知道他哈该向谁喊话？他向所罗巴伯喊话，向约书亚大祭司喊话，也向所有其他在耶路撒冷城的众百姓喊话，对不对？好，可是，在不到大概1、2个月之后，上帝同时又呼召了先知撒迦利亚去执行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就是将一个荣耀的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上帝他要撒迦利亚去向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募款啊，就是他们是有奉献金银的人，黑带、多比亚、耶大雅，他们愿意奉献金银，然后呢，上帝要撒迦利亚去向这三个人去募集足够的金银，怎么样？将这些金银带到约西亚这位工匠的家里，将那些金银制作成一个冠冕，制作成一顶冠冕，再将这顶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在重建圣殿工程停滞的这个期间，这个信仰群体的代表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他就好像身上穿了一件破烂又脏兮兮的衣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今天我们讲说加冕就职典礼，有一些就职典礼会一些加冕典礼啊，可能会颁授勋章啦，或者是好像这样这边来讲是头戴冠冕，我们身上会穿什么？
我们一定会穿礼服嘛，好，那男士可能就是穿正装，就是所谓的西装，好，那女士的话可能就是穿礼服这样子，非常的漂亮华美的礼服。但是在那18年整个重建工程停滞的期间，这个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他身上的衣服其实已经就破烂了。在这样情况下，这个冠冕戴上去像话吗？搭配可以搭配吗？没办法嘛。我想现在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以前女性可能出门，可能拎个包包会搭配身上的衣服，然后鞋子也会穿的就是我们会去搭配一下。好，什么样的衣服配什么样的鞋，要配什么样的包包，好，我们会稍微搭配一下。可是现在明显没办法搭配，那个荣耀的冠冕跟那个破烂的衣服是没办法搭配的。所以呢，今天上帝再次呼召他们重建圣殿，在这个意象里面啊，就是在这一段落的经文里面，在这个意象里面，上帝让大祭司约书亚取代了所罗巴伯作为领头羊，本来是以所罗巴伯带头，在哈该书里面，哈该先向所罗巴伯，然后再向约书亚大祭司，再向百姓，这是有层次的哦。好，来呼吁他们要重建圣殿，意思是所罗巴伯你要带头啊。可是后来不多久，上帝就让大祭司约书亚接受了这个冠冕。接受了这个冠冕，意思是说，你现在要成为领头羊了，你要取代所罗巴伯，你要成为一个领头羊的位置，并且上帝在撒迦利亚书，我们如果之前有看到第3章，上帝已经将约书亚那一身破烂的衣服换下来了，换成华美的衣服，让他重新穿上华美的衣服，让他能够配得那一顶荣耀的冠冕。环境的变化常常会让我们的信仰停滞不前，甚至于倒退。现在环境变化很大哈，确实让我们有一点反应不过来了。就好像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在那个时代，忽然反应不过来，本来意气风发，或者是信誓旦旦也好，或在上帝面前立志怎么样，要回来重建圣殿，哇，怎么一回来碰到这些事情，整个都花掉了，都昏掉了。碰到生活上的诸多事情，整个都就是什么信仰什么都摆一边去了，自己的生活比较重要，这样子，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措手不及，就好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瘟疫，我们讲的 COVID-19 的这个疫情，瘟疫突然我们现在要迈向全体免疫的这样的步调去走的时候，突然大家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好，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乌俄的战争，光是瘟疫和战争，在这2-3年全球化的影响，带给全球的影响真的是不在话下。还有之前牧师有提到的，就是少子化跟家庭功能的丧失，就是夫妻这个婚姻家庭的动荡，离婚率等等的，所以社会安定的地基已经开始动摇了，已经开始在动摇了。教育制度跟产业发展其实也渐渐脱钩，以至于那些学以致用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这个科系毕业，但是完全不是跟以后他从事的行业跟他所读的科系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好，然后失业率年年攀升，房价物价也是节节高涨，导致是你们现在这一群世代的人，真的是都是充满了焦虑啊。真的，我相信你们的同事、同学、同儕，好，你们同一辈的，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多焦虑的声音。劳动结构改变，劳动的人力也短缺。可是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既得利益者，很多大财团那些既得利益者仍然横行霸道。以小先知书里面，阿摩斯他行公义、好怜悯的呼声，其实在我们这个世代听起来也是很刺耳，也是很让人摇头这样子。生活中处处有难题，但是如果我们让自己的信仰一直在信仰上选择妥协跟让步，我们的生命就会像一滩死水，发臭。同样跟约书亚一样，身为祭司的我们，如果我们总是如果聚焦在环境上的困难，而没有转向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会像他一样，我们身上的衣服，那个大祭司，我们这个身为祭司的礼服，就会慢慢的有许多的脏污，甚至破损。因为世界一直在扯嘛，一直在扯嘛，一直在扯，一直在拉嘛，把我们再拉过去，拖过去，我们好像被拖行，然后就拖，然后我们身上的衣服就破烂烂的这样子。好，所以如果我们总是受限于这样子，我们就会像大祭司约书亚那样子，穿着一身破烂烂的衣服，荣耀的冠冕与我们一点都不搭。所以，当我们的信仰停止往前的时候，教会的成长自然也会呈现停滞的状态。这个可以从一个现象可以看到，就是教会是不是可以常常有新面孔出现啊？如果教会常常有新面孔出现，那表示我们这个教会还算是活的教会。而宣教绝对不是只有宣道部的事，不是说反正我不是宣道部的啊，还好我不是宣道部的然后我不用为教会的新面孔或者宣教付出什么责任。No， 我们每一个团契、每一个会友都要有宣教的精神。我们要愿意自我突破，多设计一些可以邀约新朋友、福音朋友、同学、同事一起来参加的聚会。我们要愿意放下自我感觉良好的团契氛围，去接纳、去服侍那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是那些人好像是来教会乱的很烦真的是。我们要去接纳那些好像跟我们格格不入的福音朋友。其实牧师在看我们建成教会，真的非常的感恩，就是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团契都在努力去学习、去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去接纳那些标准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标准嘛。好，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呢，就是大家乖乖做好听啊，好怎么样啊，要彼此相爱啊，要互相扶持啊，好怎样，这是我们的对于来到教会的人应该要有的好行动准则。可是有些人他们不是常来教会的人，或者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概念的人，我们就会觉得那些人是来乱的吗？比如说，像牧师觉得说，像篮球队，或者是社青团契，甚至于我们儿童主日学，他们都很努力的在接纳，在服侍一些其实要么是在教会边缘徘徊的人，或者是根本就是圈外的人。我看到我们其实建成是很有潜力的，对于接纳这一些不同于我们讲说正统教会出身的这一些，是很有潜力的。我看到社青团契在努力，看到篮球队在努力，也看到儿童主日学在努力。因为很多家长来到带孩子来教会，不是我待会会讲到，那个心态都需要被调整。可是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却愿意调整自己，不断的去怎么样去让那一些圈外的或者在门口徘徊的，能够慢慢的被改变，因为接纳而被改变。耶稣基督愿意除去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了我们牺牲，也为了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太适合来教会的人，耶稣也为他们牺牲哦。耶稣一样为他们牺牲，因为耶稣的牺牲，也因为耶稣的牺牲，我们看人以为怪的那个骄傲跟自义，我们因为看人为怪，觉得这个人好像真的不适合来教会，还是怎么样，这种骄傲，我们因为这样子的骄傲而让我们的这个身上的礼服被弄脏污了，这样子的情况下，因着耶稣的牺牲，我们可以被那些脏的衣服可以被脱掉，可以穿上基督所赐给我们华美的礼服，以至于我们可以像约书亚一样，配得那顶荣耀的冠冕。然而在这冠冕的背后，在这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兴起各种资源，成为我们的帮助。就是经文里面讲的那些黑带、多比亚跟耶大雅，
就是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资源已经都出来了，要来支持，成为我们的支持。我们所需要的，上帝都为我们预备好了。这冠冕赋予我们当有的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赋予我们有权利跟义务，以及也赋予我们能力，给予我们能力去喂养、照顾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灵魂。我们接着看第12节、13节的经文。12节、13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怎么那么刚好？应该是碰巧，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待会就是牧师要讲的重点。好，然后那个字体好像有特别大这样子。好，上帝借着先知撒迦利亚替大祭司约书亚戴上冠冕的这个象征性的举动，说明了什么？刚刚有讲到，他要取代所罗巴伯的位置，成为领头羊，就是信仰的考量必须优先于政治的考量。所罗巴伯他在重建圣殿的这件事情上面，始终无法往前迈进的原因，就是他在许多事上他都受限于人的眼光、人的话语，他妥协了，他有过多的担忧。我们不确定他在担忧什么，就好像现在我们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担忧过度的担忧，以至于不敢走出去。好，那如今呢，我们不应该再像所罗巴伯那样，因为上帝已经兴起他的仆人，就是那称为大卫苗裔，为要重新建造耶和华殿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那一位就是弥赛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国度的君王，他也是大祭司。耶稣基督有2个身份，两职之间。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君王的身份，一个是祭司的身份。他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就是他能将政治与宗教两股力量完美结合啊！完美结合，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讲坦白一点就是这样子，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他能将政治与宗教两股力量完美结合，他有谋略能力，能管理众人的事，也蛮有圣灵，能明白天父上帝的旨意，并且他愿意顺服。在耶稣基督里，不会因为环境充满变数，在信仰上就去让步，也不会自视甚高，就瞧不起或者去排挤那些跟我们看起来不一样的人。其实讲坦白话啦，我们现在前后左右看一看，谁跟谁一样？没有啦。那个婷宜，你往后看，你妹妹跟你一样吗？不一样啊，自己家里的人都不一样啦，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独特，在上帝面前都是独特、独一的个体，独特的个体。所以，在耶稣基督的团契生活里，信仰与生活总要能保持微妙的平衡。举例说明，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坚持要带他来主日学。好，当然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有各种考量哈。牧师是说一般平常的那个case。要来主日学学什么？当然啦，要听圣经故事，好学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典范呐？好，然后我们要去学的耶稣基督怎么做。重要的是要学习以基督做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带孩子到主日学，我们仍然有很高的、很深的本位主义。这是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孩子，这是他的孩子。好。当孩子之间吵闹的时候，或有一些纠纷的时候，我的孩子不能受委屈耶。或者老师在发糖果礼物的时候，为什么我的孩子的糖果礼物就是比较少？我们父母那个本位主义的心态就跑出来了。我的孩子怎么可以受委屈呢？这是什么教会？一点爱都没有。我们的本位主义就出来了，这是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父母的宗教教育不是只有主日学老师的责任，我们父母在平常要怎么去养成他们，要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要引导带他们来到教会，要怎么样去引导他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爱人如己。不要每次都让主日学老师这么难做人。我们自己父母要先，我们的父母自己要先以自己的信仰要先坚持住啊。好，我们要用信仰来处理孩子之间的问题，而不是用竞争。好，我的奖品就是要比较多。好，我的露脸的次数就是要上台的次数就是要比较多。啊，为什么我临时来我不能上台献诗？那个练好久的反而怎么样？就是在那为了这些东西在那边心里不舒服，这绝对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爱，这绝对不是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的一个标准。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陷入在这种世俗的标准里面，所以我们要从父母开始做起。好，已经成为父母的博彦，对不对？这边兆明啊、佑书啊、凯慧啊，还有凯华啊，特别是我必须要很郑重的讲，当你们如果说是另一半都是基督徒的父母，要坚持这样子的，都需要很努力了。那如果我们的另一半又不是基督徒的，我们要怎么样再继续坚持下去？这是你们的挑战。但是上帝如果让你们组成这样子的家庭，那代表上帝也给你们一定有给你们这样子的能力跟资源，让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孩子，即便你们的另一半不是信主的，他也可以带着你们，你们也可以带着你们的孩子做这样子的坚持。我们自己要争取属于基督徒的权利是什么？得到上帝的恩典啊！这恩典多好！牧师之前有在青少期跟他们分享基要真理课，我跟他们说，学校的分数，特别是到了青少年，很多人都因为补习啊，或者是要为了预备考试，然后就不来学校了，就不来教会了，因为他们觉得学校的功课课业比较重要，学校的分数比较重要。可是我跟他们说，等到你们毕业之后，等到你们真正都学完了，不管你们是研究所还是博士，你们毕业之后，能帮助你的，能帮助你做正确的选择，能帮助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的是上帝，是这个信仰。因为上帝是我们生命的舵手啊！我们在学校学到那些能力，就好像水手这边划船，你很能划船，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划到哪里去呢？划到哪里去，只有舵手能够告诉你他要你划到哪里去，没错吧？可是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舵，我们就拼命在那边划，一直勾，白忙一场，哎！我希望这些青少年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刚好可以脱离父母。你小孩还小嘛，你父母要来教会，他们就乖乖跟着你啊，爸爸妈妈，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来就来。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我不起来，你怎么挖我起床？我就是不起来啊，你能怎么样？父母也拖不走了，你能怎么办？好，所以青少期真的是最难带，在以教会的组织来讲，是最难带的一个阶段。而且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网络多好玩呐！我不用出门啊，以前在家里没什么好玩的，就来教会比较好玩啊，对不对？人多好玩嘛。那现在不用啊，现在我一个人我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啊。我干嘛一定要出门？我干嘛一定要去教会？好，所以就是，然后出社会之后呢，就是如果我们在青少期他们整个求学的阶段，我们身为父母的，好，孩子都这么难教了，那我们我们仍然要坚持啊，要常常为他们祷告。不然就会像所罗巴伯一样，这样子任由圣殿荒废，晾在那里，整个就荒凉掉了。出社会以后，这个无奈的事情更多了嘛，对不对？引诱就更多了嘛。你们都是社会上的精英啊，你们知道有些老板、有些同事等等的那些很奇奇怪怪的思想，
好，就会不断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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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我们脑袋瓜里飞过，在我们的耳边在这个时候就更要继续参与聚会，让自己不断在上帝的话语中重新定位啊！但我们要回到舵手，我们回到上帝的船里面啊！上帝要掌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舵，然后在团契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彼此带导，然后继续有力量，然后调整方向，继续往前进，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教会是我们学习如何将信仰落实在生活的主要场域。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上、家庭上各方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不只是一位公民，我们不只是主管或员工，我们不只是一位家长、老师或学生，我们同样要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位上帝的祭司。上帝的祭司绝对不是只有在教会里才叫做祭司我们走到各个地方，我们都是祭司，都是上帝祭司的身份。因为到处都是我们宣教的场域嘛，我们的工作场域是我们宣教的场域，我们的学校也是我们宣教的场域，我们所到的地方，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上帝差遣我们出去宣教的那个场域，我们就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是一位祭司，我们要常常面对上帝，我们要常常是身穿华美的衣服，头戴着冠冕的祭司。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成为祭司这个角色，我们在我们的场域，我们就不会口出恶言，我们不会克扣人的工钱，我们不会收受贿赂，我们不会去羡慕人家，人家走后门的好好怎么样？我们要相信我们在上帝里面，上帝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我们不用去羡慕，或者是对人家那种不舒服，没有必要。好，或者是甚至于说，好，人家走后门啊，好，那我也来走后门好了，那就惨了，那就惨了。好，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祭司的角色，我们也不会去贪小便宜，因为当我们贪小便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某个程度上有可能我们就是偷窃了邻舍，每当偷窃嘛，十诫我们也是都对不对？好，在我们贪小便宜的过程，1号，谢谢。好，我们就是不会去做这一些不符合我们祭司身份的这些事情。不然的话，我们身上的衣服，我们就会沾染脏污，我们就不配得那一顶荣耀的冠冕。好，第14节、15节这里说，这冠冕要归希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其实就是约西亚，好，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好，刚才说到这个冠冕是戴在谁头上？约书亚头上。那为什么现在要归给这些奉献经营的人呢？就是希连、多比亚跟耶大雅。为什么？然后呢，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纪念。这个意思是说，约书亚他头戴冠冕，因为这是个意象嘛，是个象征性的动作。好，约书亚头戴冠冕，代表这个荣耀是暂时的，是暂时的荣耀。因为天父他乐意让我们还在地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成就的时候，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而永远的荣耀是谁？永远的荣耀是归耶稣基督，还有那些已经完成使命、被永远纪念在天上的人，就是像希连、多比亚、耶大雅这一些愿意为建造圣殿一起建造圣殿，为圣殿奉献自己的心力、才情等等所有的人，这个荣耀也同样归给这一些人，跟那些完成使命的人。我们讲说，在天上被纪念，被永远纪念在天上的人。而我们呢？我们的使命，上个礼拜牧师有讲，上个礼拜我们还没有完成使命对不对？好，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向着标杆直奔。
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在地上，我们还没有完成使命的时候，上帝也乐意暂时跟我们分享，好，头戴冠冕的这样子的荣耀。所以呢，若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仔细聆听上帝的呼召，并且回应他，衷心的回应他，专心一致的回应他，不要随便就妥协了，就放弃了，就退后了。那么我们就会像是一位君尊的祭司，身穿华美的衣服，然后非常可以配得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顶荣耀的冠冕，享受就是同享上帝的荣耀。我们也当将上帝的荣耀归给他。弟兄姐妹，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听上帝的话，我们要专心跟随他，不要忽略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不要忽略圣灵的感动，不要忽略圣灵的提醒。如果我们常常在信仰上选择让步，选择妥协，牧师自己也有孩子，我知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挣扎真的很大。好，碰到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想要，好算了吧，好吧，那就先这样子吧，就会想要妥协。还有很多，包括以前牧师他在职场上也会碰到很多的引诱、诱惑，想要我们妥协。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坚持，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不能在信仰上让步。刚刚才听到一个消息，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位眼睛比较不太方便的弟兄姐妹。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就说：“牧师，我现在换一个工作的环境，我要礼拜3、4、5去，就是因为他是做按摩的工作嘛，哈。他说他3、4、5，然后一节牧师就说：啊，那礼拜5，因为礼拜5有松年团契聚会，他说那这样子你就不能来松年团契的聚会了。他说不，牧师，他说我会早上来参加松年团契的聚会，下午他再去按摩。”他把上帝看得这么重要，他把上帝看作他就是在这篇讲道里面讲的，怎么样在政治、自己的生活跟信仰，我们要怎么样去抓取一个平衡。不是相信，当他这样的选择把上帝摆在首位的时候，他不会因为礼拜5上午他因为他要来聚会，他没有工作，他没有办法有收入的情况下，我们相信上帝会在其他的时间加倍祝福给他，加倍的祝福给他。我们不要在信仰上常常习惯选择妥协跟让步，我们务必要持续的、坚定的参与聚会。我们也要向上帝坦白、坦诚。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向上帝承认。求圣灵帮助我们刚强，帮助我们有信心、勇气来重建圣殿。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圣殿，也是别人的圣殿。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在圣灵合一的团契里面，我们就是一个圣殿。从个体到群体，我们这个圣殿，我们要一起建造。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就一定可以。如果你觉得你身上的衣服已经脏污破烂了，只要你不放弃，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就可以把你那一身破烂脏污的衣服脱掉，重新给你穿上那华美的衣服，配得那顶荣耀的冠冕。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我们的荣耀感谢主，我们的荣耀都是从主而来的，主也愿意乐意跟我们分享他的荣耀。是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容颜，你为我拯救。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所在，神知道我
必上死仇，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是的，我们若现在心里有软弱胆怯，我们要跟我们的主来呼求。主必加添我们力量，主必加添我们信心，主也必让我们看见在它里面的荣耀的盼望。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容颜，你为我拯救。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你爱怜悯手所造，神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主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我大大不朽，全然交托。你必上死仇，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不朽，全然交托。你必上死仇，无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么疫情严峻的时刻，感谢你在这个社会非常动荡不安的时刻，主啊，你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抱在你的怀里，捧在你的手心上。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圣灵时时刻刻将你的平安，完全的平安，十分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总是愿意乐意的用你救赎的宝血，将我们身上那一身脏污都给洗净，将我们那污秽的衣服给脱掉，让我们穿上基督你华美那华美的礼服。主啊，我们谢谢你总是赐给我们能力荣耀的冠冕，好像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圣灵的扶持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哈
堂礼拜到这边结束。